喺浙江嚟講咧，我嚟過好多次啦，但係咧鹽城咧，我諗都係第一次。咁今次咧一個非常好嘅感受啦，仲有一個咁好嘅景點啦。呢個景點我到今日為止係相當特別啦，對香港人嚟講更加有一個新鮮感啊！我哋啱啱睇完嗰個丹頂鶴，有互動嘅感覺，尤其個鶴喺你頭殼啊飛過啊，對香港人嚟講係有一個新嘅感覺。